據消息，英國航空公司母公司 IAG 已敲定約30架波音客機訂單，交易價值或達100億美元。這筆交易將標誌住波音在美英達成新貿易協定後取得重大勝利。此消息一經傳出，波音股價週四應聲大漲3.3%，收於191.7美元，遠超當天大盤漲幅。作為美國最大的出口企業之一，波音2024年將近一半的營收來自海外市場。全球市場對波音至關重要，而關稅和貿易壁壘的存在則有可能抑制海外需求，並將市場份額拱手讓給競爭對手空客。後者目前並不面臨貿易障礙。此次 IAG 若順利下單，將再次為波音注入一劑強心針，在爭奪中扳回一城。另一方面，公司一季度業績向好，淨利潤有扭虧趨勢，實現盈利指日可待。同時，當前波音有住4350億美元的訂單積壓，按預期2025年的產能水平計算，將需要10年內消化。訂單轉業績預期充足。技術面上，週四股價衝高回落，盤中實現新高，週線級別195壓制，日線級別已破震盪箱體，有望延續震盪向上姿態。4月初到5月份漲勢較好，收復關稅失地的同時，還向上漲了不少，多方力量充足。